觀世音菩薩慈悲賜福，消除水星逆行的影響，加直接賜福給你。井號昴宿星人，井號仙女星人，井號大角星人，井號天狼星人。歡迎你，我愛你，我永遠是你最堅強的後盾，我永遠對你不離不棄。你就是宇宙的寵兒，你就是奇蹟之人。光是你在看這篇文章，就代表全宇宙的好事都像雪崩一樣飛向你。現在是宇宙大覺醒、靈性大爆發的時代，請抓住時代的機遇。光是你現在在看我寫的文字，就代表你正在接受極致的幸運。以下是我屠龍術通道的通靈信息。我是天狼星人最高評議會的議員，我的名字叫菩提伽耶。我之前曾經投胎到地球的印度，陪伴佛祖一起傳教。今天我誠懇的邀請我前世裏極為重要的一位靈性導師觀世音菩薩，恰逢觀世音菩薩誕辰，我現在按照菩薩的指示，把獲得福報的方法免費分享給大家。只要你按照本篇文章中寫的操作，從今天開始，2025年3月22日到3/31日這9天中，嚴格按照我所說的操作，那麼你整個4月就必定好事不斷，千福萬福隨之而來，金錢、桃花、人緣、健康都倒追着你跑。今天3月22日的18點18分開始，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開始給全地球人賜福，以幫助地球人能渡過水星逆行的危機。為了接受到菩薩的佛光，你必須在這幾天做到如下事情：一、打開窗戶，擦乾淨地板、廚房和廁所，尤其是廁所；二、穿每天乾淨的衣服並洗澡。如果你有寵物，一定要用溫水洗乾淨寵物的身體。三、銀河聯邦的昴宿星人、大角星人、仙女星人、天狼星人正在協助觀世音菩薩輸送無上殊勝的能量到每一個地球人的心臟處。四、請你找一個安靜的場所，把你其中的一隻手放在你的心臟位置，並宣誓：我現在就立刻接受全宇宙的正能量，接受觀世音菩薩的賜福威力。我現在就已經過上了金錢富足、身體健康、外表美貌、擁有忠貞專一的浪愛情以及人緣極好的生活了。五、以上的口號是指令，菩薩會感受到你的呼喚，立即在這1秒鐘之內傳輸無上法界大圓滿佛國淨土的能量給你。觀世音菩薩的威能神力何其巨大，請滿懷着開心和尊敬來接受。六、如果你是有感應的人，那你應該現在已經能體會到了，你的心臟已經在強烈至極的跳動了。這就是靈魂的跳動，這就是宇宙和諧的共鳴，這就是真實的驗證。七、在這9天內，盡量不要思考和說出某某會失敗、某某會不實現、某某會不成功，並且盡量想和說我想做的事情都是一直成功、一直實現、一直勝利。八、如果你偶爾不注意，想了或說了和失敗有關的內容，就馬上再想或說一片成功的內容，這樣就能抵消前面的不好。你可以懷疑這股能量的真實性，或者你不相信也沒關係，只要你不去思考失敗，你一直去思考成功，那這股能量就一直有效果。九、加速成功方法，如果你還想讓自己的運氣更好，可以整理加清潔自己的錢包，以及收納錢的櫃子，因為這是給宇宙一個訊息，我已經準備好了，要接受所有富足美好進入我的人生。十、最後，在本帖下面留言南無觀世音菩薩，以表達對菩薩、對銀河聯邦的感謝。結束。好，你已經是奇蹟之人了，你就等着奇蹟降臨到你的生命中吧。最後講一下，這次這波能量加持，不是只是單純的幫大家提升運氣，而是觀音菩薩讓大家意識到，我就是宇宙，我和宇宙是一體的，我和菩薩天使是一體的，我就是光明，我就是愛。如果地球人了解了這些，那地球上的一切煩惱痛苦將會立刻消失的無影無蹤。你也可以轉載本篇文章給其他人，以幫助更多人獲得福報。愛你。你就是宇宙的寵兒，你就是奇蹟之人。光是你在看這篇文章，就代表全宇宙的好事都像雪崩一樣飛向你。我永遠是你最堅強的後盾，我永遠對你不離不棄。屠龍解說，震撼人心。YouTube 屠龍術。